温到初，很多人那种容易误会的哦。世间人有四件代志会当做，要来会当做，行者应，会当去做，安尼就好。那么当然，世间人有甚物事袂当做呢？就是讲，甚至呢，就是讲。
一只年轻得足，幸福摇摆。年轻得足，幸福摇摆。那么这是一个少年的啦，吼，年纪较轻的，因为年纪较轻的啦，有当时啊，像你在做的哦，咱年纪较轻，一学问较好，因为过去这老父都无咧读书，啊，所以吼，讲起讲捌无三字，哦，啊，这年轻的加读一寡册，啊，加捌一寡字，啊，可能吼，对这年纪较济看不见。哦，啊是讲我着道理讲了较够讲，啊我着安尼哦，着较好，则大家较甲我学乐，啊摕个学乐吼，啊迄规矩着条较袂趁，啊所以变成啊，摇慢就是呐，磨慢就是啥呢？前辈才咧甲我讲，我嘛无咧甲听，我嘛无咧信道，那安尼好。所以年轻得足，幸福摇摆。第二呢，年老精进，不通离别。年老精进，不通因要因为人到一个年纪，咱老人拢会讲啊，我老啊啦，啊我着读书书啊啦，啊我即摆毋免读啊，其实食愈老还愈好，食愈老还愈好，因为咱今日逐个拢老。包括我常来讲，学校若来甲讲真心实照，我出三人。那你真心甲实照，我出三年，即摆来读册啊，这来来读册啊，已经到8月，今我后日8月中秋啊，你来想，咱真心世间哦，虽然咱老人拢来安尼一句话。当然，我查这4个问题后了，算一个把咱老的地方是啥？有要相信无？看咱老的地方是啦，所以年纪越老，咱年老爱精进，爱有精进，简单去有这个事情咧，都互咱进，有这个好，都互咱心，咱若有精进，你看到没？安尼所以进，佫传授免钱，佫会行会走，也有也来佚佗，来调人游览，来调人热闹，迄无效呢。迄时间拢浪费，世间拢浪费。然后以前有学以前讲，以前无学以前讲，空无悔，人生一世。对无？咱今仔日爱知影，牵到这事情，互咱安怎？互咱会当呢？先伫后生已经无前咧讲，咱内底第一个，伊讲牵到5岁该5期无学了，第一互咱先修，即主干第二咧，较早先来修，后日才来做咧。做是古来10岁，第二互咱在
家出家。第三，互咱在明理；第四，互咱一世了断；第五，明书一指，互咱明心见性。所以这是一个足单的因缘。那么咱今日年龄已经达到这段阶段，咱愈过啊，若愈精进，咱的生命真正到尾一代。没讲，你听讲哪呢？反正还有本钱，我年轻就有本钱嘛，可以年轻如果我听我是3年5年再来学，虽然讲对啦，人生无常，但是必定年轻本钱这是咱大家的社会人员嘛，所以咱大家有年龄啊，一定要精进，唔通含咩？饮料，饮料就是讲个含一寡，有当时含一寡食欲啊，含一寡这无所不至，甚至去佚佗，去淫乱，去用那这种不应该。咱的生命一定爱知影我的生命已经有这个足关键的所在。刚才讲，这是讲来啦，嘛是一个我较放心的代志。讲像我哥哥，我大哥伊到尾啊，伊嘛真精进，所以伊甲别人泰国，也挂名泰国，我嘛讲，哎呀，这是我来的，我都站袂了啦，你来这站袂了，你就去回来，破坏了，我用的哎呦，你讲我这几年没看到，我这几年没看到，看到别人，看到别人，对不？所以一去来用，天生，好啦，必然讲可以来去，所以过来领导，咱这讲可以，咱的心脑都，咱好像在心都，咱若不咧讲可以，咱的心不都，这是心都。为主我们来讲，办法不新鲜，办法不新鲜，所以就是讲啊，你成就什么，看这些。所以在师尊老大人一句足简单的话，修德行善。咱家己慢慢，咱自己，咱大一正确的心，就正确的好人，拢嘛是我就来对中脑的，来对趁钱，来对中脑的，敢若我常咧比喻讲咱大家拢知影即摆生死时代，生死大事，但是咱知影生死大事，毋过咱若求神拜佛，咱敢有求生死？咱有保庇啦，保平安，贴福收偌趁钱啊！为若爱钱，伊无收平安咯，收平偌趁钱。无平安寡平，我若趁落，安尼有迄落有啦，有先趁钱，无平安寡平，对无？若较理念较正确的，会先平安，才较大趁钱，当然这是上好啦也世间的代志，袂当主观的作些啦，不能主观作些，所以若过世尊来讲，若讲佛法无边。不是万年，一佛讲真正万年，无法度万年。佛按照无法度万年，讲佛有三不灵，佛有三种无法度三种。第一种不灵就是讲哪呢？灵空一切相，佛会当空一切相，一切所谓相，一切所谓形象都是假的。佛以空一切相，生万法体。想办法不能以文有相，用万变调。伊知影讲所有众生开悟如来一切，伊会当用万变调不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呢，佛虽然会当生，会当空一切相，生万法体，袂当哪呢？袂当消灭咱众生的灵验。
众生的业业力咱去消啦。哦，敢若是像，以前咱无前讲迄个故事，咱大家听了清楚。以前无前讲迄个故事，咱大家听了有清楚。啊，可能会有啊会有啦吼。哦，啊，互我做一个补充啦。啊，讲有一个庙祝，就是讲庙公啦。啊，迄个庙公伫遐顾庙顾2-30年啊。哦，但是伊家己伫遐顾唔久，足济人后来社冤的，后来提冤的，后来求冤的，安尼啦吼。当然少真正济嘛吼，啊，个人认为个人的拢有相共啊。哦，啊，唔久，迄个庙祝就安尼想，庙公就安尼想啦。其实，即身你着不是石啊刻的，即敢有，伊着安尼想安尼怀疑啦。遐一个怀疑的时阵呢，是真啊，即个菩萨就去应甲托梦啦。讲你毋通怀疑无佛啦，有啦，佛菩萨，若毋相信吼，问仔载，问仔载，我会定菩萨咧招你的体，招你的体，互你知影，但是你袂使讲话，袂使开喙咯，袂使讲话，袂使开喙，我会定招你的体。哦，安尼我伊有来咱去看到这个代志的吼。啊，这个庙祝就讲庙公就讲好啊，然后安尼我证实我真正有佛有菩萨无啊，我安就讲了安尼答应，安尼了后，即摆天光真正菩萨的面斗迄个庙公的身躯，啊，迄个庙公吼，迄早啊看伊第一个来叫你办一个好名，摕一个钱包。较早钱包啊，无咱菩萨讲做银袋啊，吼，啊，就来求菩萨，伊要去外口做生意，就来求菩萨。菩萨啊，你着甲我保庇，互我即阵出来做生意，大趁钱，吼啊，即摆拜拜求迄个啊，出迄个钱包啊，摕迄个拜拜啊，煞袂紧起啊，啊，袂紧起啊，叫伊就是本来是要甲伊钓。哎，这个钱包啊，你来无开？伊叫菩萨讲的，我袂使讲话，哦，袂使讲话，所以伊就我定定啦吼，啊，伊就处理啦，啊，钱包，较紧啊，地来到地来到地啦吼，即摆就要求啦，讲菩萨啦，啊，我即摆吼，我已经有人着无食啦，要我骨干就要死啦，我厝里阁有一个老母，也即摆阁破病，也无钱人听了好食，啊，厝里阁有囝，逐个拢无饭通食。我若无一块钱互我吼，安尼来转来医我的老母甲互我这个囝食吼，我这个囝甲老母就无事啦。吼，啊，菩萨保庇互我有一块钱安尼啦。啊，即摆吼拜拜来来，要行快来，啊，这咱一包钱包啊，嘿，菩萨真正显我哦，吼，我迄菩萨力量无，真正显我。哦，我钱包摕来我讲，哦，菩萨给我这钱要互我，啊，就处理咧。甲即摆即个庙公看着，那会使？迄钱毋是你的，你要甲摕去？上帝讲，菩萨甲讲，你袂使讲话，你袂使开嘴讲话哦。哦，伊个认真咧咯，真诶即摆，迄个钱摕，看你咱第三一个掠即摆。菩萨啊，你着保庇互我吼，安尼吼出海去啊，安尼远在其归，甲平安转来，安尼啦吼，伊啊，伊当然是求安尼尔嘛吼，吼就远在其归，甲平安转来咧。哦，啊，即摆伊即个掠伊个安尼拜了，地下咧走，拄撞着迄个第一个抗议时咧走不转来。去到我哋走不转来，上帝讲钱无摕，钱包啊袂记你摕，走不转来。拄看迄个掠伊个要找，伊会来看我钱包咱无去啊，对掠伊个，伊就讲你毋通走，哎，你甲我偷摕钱包啊？伊讲无啦，我无甲你摕啦。伊讲有啦，明明就我钱包啊摕伫遮，啊，要送来，干那你伫遮就摆咧，
我不客啦，爱我有啦，两个多扭啦，多小叶啦，多小正啦，到尾俾你换兄啦，变换啦。这个就是讲吼，愈加愈袂调啦，愈袂调啦，安尼嘛，愈袂调出来讲安尼，我这钱吼，毋是这个客，较多我看一个吼，一个比较大些来摆，迄个客走路人起来足回来，系啦吼，即摆真正迄个我袂听着安尼，譬如讲安尼讲人，只要走去拍的离谱了，就一个真正家己咧自包的，安尼吼，当然真正别人会歹钱咯，我袂记啦，我袂记。即摆安尼做是安怎呢？本来福利艺术，即摆咧提供福利艺咯，福利艺是讲要用迄个原规做定指导啦，个原规指导，因为原规点迄钱伊无较少，嘛要死啦。本来是伫个咧原规布施，原规布施积定。有迄个啥，最起码救不了条性命的因为伊要互掠迄个掠伊的，因为掠伊个甲求就讲，你着保庇互我下当一帆风顺，甲下当远在而归。虽然无远在而归，但是呢，伊会一帆风顺，就是讲哪呢？伊犯了迄个水价咧知影伊出去，既然你出去会死啦。但是伊就是要甲救，所以伊要互迄个换物到高档物毛，人家不发出来要互伊买一两起来，安尼伊迄个比较通过，伊会死咧。即摆这个做的时这个庙讲愈袂调，煞讲这个是这个。讲这个是一煞害死迄个掠个，即摆伊掠个那东名，掠个就可能出海，出海就风浪，煞叫冰船，叫掠个煞死。掠个煞死，即摆迄个善良人来求迄个煞规家尾死了死三四个，伊咧，因老母咧，佮囝，煞死三四个啦，安尼，即摆这个故事安尼讲啦，第一个讲，佛虽然伊会当生空一切上生万法袂当消众生的业，因为咱讲，佛想要来挽逆转，但是伊的业就是所以该做事爱去做事，该做事爱去做事。该背事爱去背事，我虽然做主编，但是伊无法度啦，无法度因啦，所以我有主编无，讲袂通，有主编无，咱若有主编咱来家己带，为足少年叫死去，对无？伊的业就是爱少年就爱死，你甲带桥啦，无可能嘛业为伊都家己爱死啦，你甲讲你。咱大家嘛要救，所以咱知影讲，今日袂使违背了。所以不虽然伊应靠一切上生烦恼，会当消众生业。但不能依本性有性，依本就有性，用万业。但是呢，伊袂当度化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伊我度袂来。我安尼真正讲甲，迄真正我讲甲我真正无法度。伊就是就是，本来想讲度我这度会来，袂使知我安尼讲话就无你听唔过，迄就是无缘的众生。虽然你知影本性有拢有不性，本身拢有不性，毋过呢无缘无法度。不能度无量无
用的友情，伊却呢伊袂当伊袂当他拄仔讲的婚姻到婚姻他拄仔第二个就是讲婚姻灵异分有性用法一点，但是袂当度化无缘啦。也婚会当伊有迄个想要度有量的友情，但是伊不能是众生界，是众生界。伊讲我众生无边誓愿度，无我有遐关无关，但是伊无法度尽众生界无办法，所以因此呢，才来讲咱今仔日会当得到这个殊胜的道，咱真正食愈老，爱愈前进，有人有关。所以我食好哩干，食好哩干，人若行3步，我会做1步走。安尼我进对面在规划。尤其咱这中老级有人说哇，少年做到当啊，我食我即摆倒我唔免出去遐配合啦，食愈老爱愈前进，这是咱国家的重大的自我的感受。所以咱今日大家知影讲，咱众生拢有即款的智慧，咱知影拢会当的成分，但是咱去到庙里，咱有一个方法要做分。人若做人袂得到，袂得到，去到第5种讲你要来用咱不求一不计做人来不是用做的，不是用讲，不用做的，不是用讲的，那用讲的会成啦讲本来是大家拢先了的啦，所以阮是用讲的会成，是要用做的做分。咱做一个足简单，会讲法讲。你若去学做土水，你就先土水师傅，对无？你若去学裁缝，像较早咱中央数主学做裁缝，咱就叫裁缝师傅。你若去学做什么工课，做木，咱就叫你烫枪师傅。你若去做老师，像即款过去做老师，当然叫老师。伊学做老师，伊读足济册，就爱去读到考试的成绩。做老师考试的成绩，伊才会做老师。不然叫咱上面叫伊做姜老师，咱当对无？对无？学老师，咱先老师；学做裁缝，裁缝老师；学做土水老师。学做木老师，一定就是以学做上学去，伊要学做。所以不是用做，你是讲。当然啦，兄弟姊妹这也若咱真正从过去的修炼啦，较早是小我明啦伊讲一直不做，一直不行，但是无做代志，无做事。我今日当然咱即下过即个遐严重啦若讲今日无做食，安尼我会给你安尼无做就无食咱食，安尼我会给你，因为我无咧做什么代志。我讲在班教下底现在应该要搞这些。只要你听到，现在应该要搞这些。但是法度边吃爱规法给你。对不对？一直不足，一直不是你把它调。
咱这嘛袂是讲这一个代志啦，但是意义表示讲，咱每日爱做，所以我就袂当摕空地摕面对我来做啦，我爱做宣传，爱做讲课，爱做鼓励年轻的代志，哦，所以我袂使一日不做，所以我真无讲一日不讲对，安尼哦，我袂使讲我一日不讲对，我来较读这个人生理，安尼哦，就算袂歹。 你知道我伫遐做这用10步，这个10步这个10点到11点这个来进行的，迄个是较早伫台湾足有名的这个做的是咩？迄个土科歌手，土歌手啊吼，讲伊真好，土歌手的导师校长啊，了后趁足。 也结婚了后，因阿妹是煞去娶媳，也互因通设计，因因甲设计讲，你吼，咱就有钱啊，你去澳洲，啊你去澳洲吼，迄是呢，吼，后日甲转，伊即摆伊去澳洲，因安怎讲伫台湾甲办离婚，讲因为伊无伫台湾会当调我履行阿母的这个代志，所以法院准伊离婚，准伊离婚。啊，即摆伊去澳洲安尼为着个，当讲去澳洲去结婚，去叫一个美国结婚，啊，做迄个美国伊讲我人生到遮吼已经40-50岁啦，我咱人生无价值，所以甲迄个美国安排。 我是欢喜就是教育，所以吼，伊即摆要研究一个怎啊？你知影讲，其实你的名字上生命学价值，会写小，到底生命是偌简单？是像讲即摆讲车搞事的是500万，飞机搞落来是2000万，你落来出，迄名车去，警车去保险的是1亿，敢是安尼？ 我会当来估，听我讲这里讲话，我来讲我刚才迄个行业的主任，安尼我讲你若唔知影倒，你就唔知影生命几重，当然啦，我来讲真正道理我听啦，所以讲，咱今仔日咱是要真正了解生命几重，咱生命到底有几重，所以我想。 咱今人生来个世界，咱知影咱会当做婚，所以咱会当做婚，咱有机会做婚，咱拢有啦。保庇我食较好咧，较健康咧我较养生咧，拢有机会做人嘅，你著无机会做婚。无你看，精神帮你即摆太子也到会听到吧？你即摆恁过去咧求，我做一个例子啦，恁过去咧求，绝对拢求。 我合格平安，我事业顺遂，无趁钱，即摆唔係點解？因為唔點解？你即擺祈求啦，太子爺講，太子爺，你保庇我一定要來做婚。安尼我一定要來做婚。太子爺一定做大家歡喜，甲你保庇，對無？所以這就是講咱，今日你愛知影，咱人生咱今日不是用讲的是爱做，是咱爱来所以不求离婚，只求做婚。这是咱过去人做。
命仙佛，伊真正把伊生命价值发挥，所以过去的圣命仙佛到即卖，伊的生命价值无量无边。比如讲吼，咱这个比喻，咱海主爷、龙爷啦吼，龙爷拜海主爷吼，海主爷生命价值偌济？偌济？无量无边啊！咱下啊拜上帝啊吼，上帝啊生命价值偌济？无人敢讲吼。啊，过去的迄个福德，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圣人，伊生命价值送敢若有钱，讲有钱，拢有钱，拢有钱。哦，啊，所以吼，我著迄后日我英文仔就来咧，啊，佫一个大新鲜，伊讲要哪呢？甲迄个南华大学的同学。
有在贫富上量报时。啊，咱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拢知。毋过，这个天才要会晓报时，足困难，要晓报时足困难。其实，报时甲真正，咧消咱完全。所以，咱今日人生伫世间，这是我咧做比较啦吼。现在这个时代，现在时代叫以前无同啦。哦，尤其咱大家拢细汉囡仔，咱大家拢是安尼看啦吼。我讲这较直接啦，吼。比如讲，今日咱我参卖，我袂讲别人啦吼，比如讲阮弟弟啦吼，安尼来讲啦，家己遐讲我听啦吼，啊，阮弟弟啊，比如讲伊这嘛人无参啦，咱假是讲有诶话啦，哦，伊这囝嘛来甲做咧参啦，啊，伊即摆做这参咧创啥？了后即百个囝，囝会做哩，对无？你袂晓自己去甲报时，这个真正袂明个啦。我若有我嘛咧做，了你老爸做啥？你也是咧发臭啊！毋做人做是住咧放空咧发臭，要做人做是人只要无甲落税金，对无？哦，我即讲这足实在啦，有智慧的人，你有钱，才能生活起来。我运动，我这时候运动去保生山东大遐吼，甲迄个保生山东咧头边我吼一个后生做金啊，仓库保持啦3度3分的黄金啊，3分啊。了我嘛无咧挂手指，无咧挂哪个，只挂一骹，我甲你挂一骹尔。即骹内底只粒3克拉的泉少啦，哦安尼啦吼。我讲其实人吼，迄骹嘛无互你大啦。伊讲哪？我讲有啦。迄骹若甲你要死吼，人嘛拢先甲你锯掉啦。哦，也吼，甲你锯掉了后吼。用挂假啦，用阿鲁米做的按金水的安尼啦吼。伊讲啊，咱挂迄，我着表示咧，甲你提示讲，世间一切到你最后，全拢假啦。哦，安尼啦吼，拢假啦，迄无咧大啦。我讲有一日，学校去日本，日本一个朋友咧做皮科，家己咧做喙齿啦，吼皮科。即支喙齿吼，去伤一个泉少啦。就泉少啊！若咧保卫喙若开吼，啊，少就绝对拢会死呢。真正拢会死呢。讲哦，你像即个泉少吼，够危险，够危险啦。人若知影你一支喙齿伤泉少吼，第一就是讲牙齿拄啊，一支喙讲我对泉少啦。第二吼，你若袂死吼，你囝吼，你若倒伫遐咧昏迷时。咧地下咧死的时阵吼，你囝别人规起你手先办，哦，安尼就嘛无互你度，哦，啊，所以咱人生咱拢知影，钱为财死，命为食补，啊，平平世间拢无哪会来嘛，看看去嘛看看，咱拢了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毋过呢，咱会过节，就是呢，把咱拥有的放下，我唔识。所以咱就要报时积德，所以我是奉劝啦吼，啊咱才会动心。若有啦吼，财丁吼，有财丁报啦吼，嘿，报时啦，哦，啊我这个我讲较有关系啦吼，像讲咱像你讲咱也是要来去这个养老院吼，养老院咱这个什么老啊？有人是遐惊书啦吼，无伫咱的身边，因为伊就需要上班，吼，啊，咱食老真正袂无啊，互我看到讲，咱足侪稻青食老去养老院伫遐，实在是看到足难、足痛苦。但是这毋是互我家己个人的原因，
哦，毋是个人的。所以若是下当讲，咱有钱的人啦，是来要做福建嘛，咱这个机会来。若互我养老院起好，安尼讲，我要顾生偌济来去养老院无效，都起好啦。哦，你甲想人当时吼，人当时这个礼仪行，这个真还是讲，咱知影。人海之家是寒老不弃，寒老真不弃，这个人海之家，因为921大地震去学堂倒了，哦，有钱大地震倒了，遐有久呢，人爱看连番经营，我是听讲的，一个日本人，哦。看到安尼，伊讲这老人无当大，安尼可怜，伊捐落去一个，哦，安尼哦，你个想，这个日本人，员工客哦，毋是道歉哦，伊讲真可怜，安这老人无当大，捐一个，咱个想，哦。所以咱今日咱大家拢是道亲，哦，咱若下当讲来下当来，把咱这个老人归来建设起来，哦，咱这道亲嘛，大家感恩真呢，真正。咱若无讲起来吼，人讲要骗囡仔，不要骗老人呢，你要相信无？骗囡仔好骗，骗老人好骗。迄是讲咱拢道亲，我若要来做呢？若讲社会人我安尼做，你老人我歹管你，对无？转意见呢，对不对？所以吼，若是讲有钱财的人，我希望讲有人会来甲我顶起啦，有钱财，有财宝，上了报喜，第四啦就书文学听成正。第四，就书文学，就书就是讲爱亲书，亲近咱的书，咱的书若是讲，比如讲囡仔读册，上过伊要做老师，带囡仔去读册来较思想亲近会议，当然会议会甲讲，会甲教育，会甲教，当然伊的学业，伊的成绩如何，对无？伊若是今仔日，咱是咧学道。咱爱亲近咱的因书、宝书、点传书，会当互咱咱会当互咱的道学精进，会当互咱道学精进。所以这叫做就书文学所以那安尼呢，咱会当听是正。所以来当听这四种代志啦，会当听这四书啦，安尼咱就好啦，所以讲世有事事不离，这四种代志，我都来做，今仔做会出来，行则应，做会出来，你是福气。若做袂出来啦，若做袂出来，讲一旦离散，就亲像迄个老壳空手，老壳手处空地，丢所贴，若做袂出来，老壳。
那我当然做这四项代志，互你趁偌济，财产偌济，像蔡万年，像王永庆，像什么人趁足济钱，伊讲啊，如劳苦，劳苦是迄个天鹅啦，劳苦会听较无啦，天鹅你知影无？迄天鹅像鹅遐食，住伫迄个空，迄个水，迄个池仔内底，所以